看山那列川专题报道，也引人来过多嘅风采太热，如狮子岛中南部山区受到洋葱嘅损害，江头嘅山内嘅重点如会睇山排体嘅潮旱利用哦。观光身体阿里山3年前白白太水，过多只位所如乌黑，发展高山农业，本人争议系造成体内个胖嘅原因。当地居民则认为，农业对水土保持也算环境生态嘅冲击，比开发建设代价多嘅。不过，为做到恢复50年前强有嘅山那为用嘅，农民也开始反省，屯树嘅众多转来，抢屯土地还本山那。前8百风灾，连山6月3日的太热，海阿里山天气冻多的蔬菜并讲录音。内山天天太热，当日真不开，河巴带变高变发，红岸顺的土地没流失嘞。出生体型体貌改变的主要原因，人工给山排利用到铁木砍草的。因为我们种茶大概有30年的历史了，这个区块，30年前这个地方，你随便看都是树林，啊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天也就走几个河川和曾文溪，以前不到河底还不知道这个是溪流，啊，现在是远远就看到这些溪流了。分布地海派1000到1800公尺的阿里山茶区，早晨暗部水源掉紧，日头这位时间段，故说阿里山的茶米已有名，没想到多日溜溜小小开天种茶，破坏到林半天。阿里山还有那一空地山千斤作物山葵、瓦萨比，中途茶米树上无安在的蔬菜。有人讲农民比到爱本山葵是得当日头，咁睇动多树拍嘅，还建中建法增加产量。也数人争议讲给危害阿里山山体其中一项原因。那个打枝太过的只是小部分而已，并不是说多数的农民都这样。你像八风灾那个时候崩塌地里面有种山葵，受到崩塌影响的还不到2公顷，他没有把自己的农地顾好，没有把水土保持做好，那多少是会有点影响，这是不可否认的。种菜啊，种山葵也得没重要，其他水土保持也得我看唔好。当然都渐渐归天咯，啊，佢假是讲归天冇办法的话，就直接就拿铲除它，第3段会处理。除了农业开发、养姜环境生态业，还有开发建设。民国71年通查的阿里山公路，比冬天带来一片的交通同观光业客。不过路一边的居民认为，开公路的破坏比高山农业还较大。我小的时候，这一条河川哈。大以前最多大概是30米左右了，有很多原因为什么会这样。第一个我们到这边尽量种一些经济作物，后来就是开公路，为了让我们的方便，就无形中这个地貌完全就是有改变哈。阿里山乡由于道路一边嘅农民知道一下山啊正式系高土开发咧，故所家就开始操练，啲后建嘅土地上开始种树诶，将系做树片呢也一排嘅些树诶，太快系我1年前种嘅，唔过将系有树片也太快嘅一夹档嘅土地上，一片种嘅我10年嘅树诶，有加档几毛一条，一下唔但抢有吨水嘅功能，还加也做得预防土地本太水干脱。现在政府现行的法令在水土保持管理办法上，有超过28度，它坡度超过28度那就20%，那个就不能开挖，那个就是私有地，就是一农地，那个就是只能造林这样子因为政府也看到了，如果不这样子严格执行的话，大概后面大概真的这个山林真的是不可想象。民国
1995年，政府推动国土保育计划，规定1500以上国海拍山区禁止多数位，还有为作物期限多位出种唔得，未奖励民间处理。按用开发到提高的台湾国土，就有好海有好料来滋养，好恢复生命力。新闻分别从齐飞林、港义报道。